唔值錢啊！等，我們個全部喺這裡吧，全部投。不懂咩？我來投，哦 shit， 我來投在。可以啊。怪獸。Oh my god！誒，夠錢啊？不夠錢了，他掉出來了。誒，我爆了！夠錢呢 ！Oh my god！那個雕像爆了！唔係啊，爆咗啊！點爆？邊度爆？喺哦，佢街車嘅時候爆咗出嚟。佢應該推行車出嚟先嘅。Oh no！好窄啊！頭先嗰個位。哎呦！會唔會冧我哋啲嘢？喂，碌柒咯！大頭仔喺邊度嘅？又扣啊扣女啊！你知？喂，我的雕像去了哪裡？你雕像爛了，你應該推那個車出來先。我不知道，就是應該是這個東西哦。喺街車嘅時候爆了應該是。哦。街嘅時候。已經蓋下來了，不是咩 ？VAR，我正在